大家好，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紹一本書，書名咧叫做《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中文譯名嘅書名叫做《雲端封建時代：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作者個名咧叫做 Yanis Varoufakis， 中文譯名咧叫做瓦魯法克斯。瓦魯法克斯咧係一位希臘嘅經濟學家，同時都係政治家。比較多人認識佢咧，亦都係因為咧喺2009年到2018年期間咧，希臘咧發生一個非常長時間嘅債務危機，而佢喺期間咧15年嘅時候咧係擔任過齊普拉斯嘅政府嘅財政部長，而咧佢而家咧仍然都係好積極參與政治嘅。佢而家係喺歐洲一個政治嘅組織同埋聯盟啦，叫做 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有啲人叫做 DM25 嘅總書記。喺呢幾年咧，瓦魯法克斯咧寫咗好幾本嘅經濟學嘅通俗著作。試過啦，佢寫俾佢個女啦。今次呢本書咧，佢寫俾爸爸嘅。咁呢個書嘅書名咧，有啲咧標題黨啦就係講咧關於殺死資本主義咧。其實佢想講咧係資本主義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呢個轉變係點咧？就係佢認為咧喺過去我哋比較熟悉嘅資本主義係以市場同利潤作為動力嘅資本主義咧，已經慢慢係被取代啦，變成一種新嘅資本主義。不妨咧由一個問題出發啦。喺好多人話咧，過去咧嘅資本主義，特別係工業資本主義咧，有一個代表人物咧叫做 Henry Ford 就係呢個福特汽車廠嘅老闆甚至我哋有個詞彙叫做 Fordism 福特主義。去到今日咧我哋咧有另一啲嘅代表人物，就代表我哋新經濟新時代嘅。好多人認為咧呢個人應該就係 Elon Musk 馬斯克啦。咁究竟其實呢個轉變又說明緊資本主義一啲咩嘅變化咧佢嘅答案咧就係話咧，隨住喺以美國同埋中國為基地嘅一啲大型科網公司壟斷咗全世界嘅互聯網空間之後，以至咧喺08、09之後咧，好多嘅國家嘅中央銀行咧係採取一個非常之寬鬆嘅貨幣政策咧，就令到咧好多嘅市場咧慢慢咧被改造，同時咧好多嘅企業咧佢嗰個利潤咧就變得越嚟越唔係咁重要。取代市場嘅咧就係一啲數碼平台呢啲數碼平台咧係由少數嘅大型嘅科網公司所控制嘅、所管理嘅。佢哋咧就好似咧昔日喺封建主義裏邊嘅封建領主咁樣。呢啲封建領主包括咧 Amazon 啦、淘寶啦、拼多多啦、Airbnb 啦、Uber 啦、高德地圖啦，甚至我哋而家每日都用嘅 Facebook、YouTube、Twitter、微信等等咧，都係屬於呢啲封建領主嘅。對呢啲科技化嘅封建領主嚟講咧，最重要咧就唔係利潤，而係租金。因為咧我哋咧全部人都依賴住佢而生活嘅，所以我哋當然要付出我哋嘅租金啦隨之而嚟咧，資本咧都發生咗改變。佢稱之為咧叫做雲資本 （Cloud Capital）。呢啲雲資本咧就同過去工業資本唔同咧，佢哋唔係生產啲產品，甚至同喺過去一啲提供服務嘅大企業都唔同嘅。佢哋最重要咧要提供都唔係嚴格上嚟講唔係一啲嘅服務，而係咧係要為維繫去維持，甚至係生產一啲巨型嘅自動化系統，而咧讓咧好多人嘅活動、好多人嘅行為都喺裏邊會發生，而佢哋咧係能夠將我哋嘅行為、行動、活動咧係變成一啲可以賣得到嘅商品。例如好似淘寶咁啦，就係將我哋過去咧逛街、行街、購物嘅呢個活動咧，就變成數碼化平台裏邊咧，周圍去瀏覽淘寶上邊嘅呢啲嘅資訊。所以咧嗰啲舊嘅公司無論係大公司或者小公司咧，都唔會消失嘅。不過咧，佢哋咧就要依賴呢啲平台而生存而咧佢哋所佔有成個國家或者全球嘅經濟嘅份量咧，可能會減少。我哋可以從呢個角度咧嚟理解咧最近出現嘅 AI 狂潮有咁多個錢咧，有咁多個訂單咧投入去呢啲即係半導體儲存嘅設備裏邊咧，其實好大程度上係因為咧
一啲科技巨頭咧要投放巨大嘅金錢落去，你建立佢哋嘅新嘅領地。呢個領地咧就往往係以所謂嘅 LLM 啊呢啲大模型咧作為基礎嘅新嘅領地。而喺呢啲新領地裏邊咧，無論我哋未來係咪會幫呢啲公司打工都好啦，我哋都要俾租金嘅。其實係我哋都會咧係進入佢呢個雲資本裏邊嘅。咁咧雅魯法克斯咧就稱咧，我哋呢啲人咧嘅處境咧就等於一個農奴一樣啦。佢稱之為咧係雲農奴。